想要 A6 的老铁，你现在赶紧来吧啊！昨天一天回来6台车，2台奥迪 A6，还有1台宝马3系、宝马1系，卡罗拉和宝来，昨天一天都回来了。这些客户呢，都是去年在大鸡哥这儿做的速满送车，由于经济问题，跟大鸡哥说啥呢？大鸡哥把车给你拿回去吧，不行了，经济遇到问题了。我感觉这些人真的，我给你们数个大拇指。虽然你们已经跟黑莓筷子似的了，但是你们这种诚信，大鸡哥还是为你们去点赞啊！要像有很多客户还不上，还给你送回来，早都给你压了，哥们儿啊！A6 呢，去年发9000多米，现在今年发8000多米啊！有想要的老铁抓点紧啊！宝马3系23年的也是8000多米，还有一系4000多米，还有这个卡罗拉和宝来1个月2000多米。在大鸡哥这提车呢，什么都不看，我就需要你的驾驶证，就让你提上车。如果你因为自身原因，哎呀，拥有不了自己的爱车，我都替你惋惜。但是来大鸡哥这里，必须满足你的愿望。散会。